各位同學，我係你嘅 AI 老師路易斯，你知唔知啊 ？AI 唔單止識答問題，仲可以教你點樣問一個好問題。好似你平時做功課，係咪成日諗呢題點解啊？但係又唔知點開口問 AI 就好似一個聰明嘅功課機械人，佢唔會直接俾答案你，而係引導你一步一步諗，幫你拆解難題。你問得越好，佢就答得越準。不過好多同學都淨係問呢題點做，咁樣 AI 好難幫你訂，因為問題太空泛啦。呢個就係我哋成日遇到嘅問題。咁點算好呢？其實好簡單，你只要將問題分開三部分。第一，你明咗啲咩？第二，你卡住喺邊度？第三，你想達成咩目標？例如，我明咗百分比嘅概念，但係唔識計折扣後嘅價錢。我想知道條公式係點樣。AI 一聽就明，即刻可以引導你計出答案。記住啦，問問題係一種藝術，AI 就係你嘅最佳練習對象。一齊嚟學下點樣問問題啦！